好，请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20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有水气，所以各地拢有落雨的机会。早暗会较凉冷，今日透早上低温是测伫苗栗，敢若10度9。做伙来看温度。今日南边的云系往北边煞，各地是转做有局部低渐雨的天气。东北风减弱，也毋过早暗拢较凉冷。今日透早上低温是测伫苗栗，敢若10度9。明仔水气会搁较济，所以天气会转淡冷。有的所在雨嘛较粗。拜三、拜四天气嘛无稳定，若拜五是搁有一波东北季风会增强，北部、东部拢会落雨。嘛要提醒乡亲，拜六耶诞节有冷空气会到位，强度是瓦近冷气团的级数，所以北部、东北部愈换愈寒。礼拜日全台湾拢真寒，西半部低温敢若11度，北台湾日时嘛无超过20度，大家爱细致天气的变化。来关心第61线苗栗后龙路段有一只石虎火车搞死，这是今年的第14件。石虎保育协会是表示，这个所在这片山伫这个月17捌导火烧，石虎应该是因为生炭地受破坏才走出来。火车弄到石虎，就伫车道顶边，敢若风一摆爱过，已经吹过啊。苗栗县府19透早接到通报，讲伫西滨公路北上110.6公里的所在有石虎火车弄到。对外观来研判，已经是大只成年的石虎，这是今年第14站石虎火车弄死。通霄白沙屯的地方，那也是那个林务局那边，就是石虎的重要栖地，应该都是农田，然后前山的这个地区，那都是石虎会利用的。苗栗县府表示，当地因为位伫后龙甲白沙屯交界浅山地区，加上附近有水源，经过农委会公布，确定是石虎重要栖息地。不过，这个月17开始发生山林的大火，风真透，火一直炭烧。消防人员虽然及时来抢救，也是造成面积大约2甲的山林受到损害。另外，石虎也因此被迫离开栖息地。火灾的现场是在，刚好也是在那个后龙丘陵赤土崎那附近。然后往南延烧到白沙屯，石虎的栖地受到了火灾的影响，然后被迫往外迁移动，刚好就到了快速道路这边。石虎保育协会表示，石虎栖息地浅山边啊，就是我伫第61线西边快速道路，由这路段98.6公里的所在，顶个月底也发生石虎火车弄死。这阵除了设立围网，也甲公路总局来建议建立生态廊道可行性，来保障石虎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咱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已经改变买物件纳钱的方式。联合信用卡中心就表示，今年行动支付，不管是扫码支付，也是感应支付，拢有增加，显示行动支付的比例愈来愈高。来关心中国时报。中国的美国有公告讲，为着要建设网络文明，因要启动综合治理行动。第一阶段的目标是要减少使用者的小名内底有较无好听、较无水准的词类。那后一步会针对个人的用户、个人的小改、甲相片来做检查。来关心自由时报。国家卫生研究院伫今年1月份宣布要启动精准医疗合作联盟，针对癌症的患者建立本土癌症基因资料库。也毋过合作的这间公司行动基因最近宣布要甲香港公司合并。咱国家卫生研究院就较烦恼讲，内底有可能有中国资金，所以已经发函请这间公司说明。来关心疫情，咱国内昨昏无本土病例，也毋过有6个大病入境的案例，其中有5例拢做过2档预防针。另外，昨有新增加1个死亡的个案，这人本身有慢性疾病，伫解除隔离5个月了后过身。19新冠肺炎本土家庭，暗过有6例境外移入个案，为美国、加拿大、英国、越南、加奈及利亚来的。而会伫10月岁到40月岁之间，其中5例是完整做疫苗的突破性感染，也增加1个本土死亡个案是本国籍60岁男性，有慢性病史。5月2日因为发烧看医生采检，5月2日确诊，7月初2解除隔离，12月初1死亡。因为罹患这个 COVID-19 而产生的肺纤维化、气胸、呼吸衰竭的这个严重后遗症，所以病人于12月1日因为呼吸衰竭而病逝。
离春节至春国外月，春节检疫7+7专案14上路。在防疫旅馆7天了后，7天等于厝加强版居家检疫，7天自主健康管理。有一个14回国的查甫人，伫台北防疫旅馆居家检疫，以7天168点钟来算，日伊下晡5点就应转去，说因为防疫计程车容量无够，爱强制留假计工早起9点才离开。台北市政府关键澄清。目前14+0的方案的部分，民众都是付15天的费用，也住到第15天离开防疫旅馆。那7+7的部分也是相同的状况。台北市的防疫计程车的量能没有不足，但是跨县市的防疫计程车在中央这一块是有不足的。中央是规划用防疫巴士。市府强调，台北市防疫计程车容量有够，毋过台北市以外县市防疫计程车容量无够，甲中央决定改由防疫巴士集体运送，早起下晡各一班，旅客也要配合防疫巴士的时间。若市民有提前退房的需求，应单独向民政局提出，可配合防疫计程车。记者综合报道。这阵 Omicron 疫情伫全世界滚价，即马美国有一份研究是显示讲，做过2档预防针了后去卫着的确诊者，身体会产生超级免疫反应。但个咱国内医生是表示，应该是讲做过预防针的人，免疫系统会产生抗体反应，胃病症头就较轻。另外，咱国内即马嘛当地研究讲，伫明年下半年可能爱做到第4档预防针。国内疫情转好，毋过国际之间 Omicron 病毒确诊数一直窜悬。美国俄勒冈健康甲科学大学上新研究显示，完整做2剂疫苗了后，确诊的突破性感染者好了后，体内会产生超级免疫的反应，不止对抗具传染性的 Delta 病毒有10倍抗体，对未来其他病毒也可能非常有效。不太合适用超级免疫来描述这种状况了，因为所有的病毒，当它发生变异的时候，我们的免疫系统都会逐渐的去调节它。我们免疫系统开始有一些免疫记忆，然后碰到它的时候会产生很大量的一个抗体反应以后，它对我们的威胁就会逐渐变轻。面对新冠肺炎病毒一直变化，专家强调，关键就是做疫苗。做疫苗是保护家己上好的办法。国内即马也建议将明年要追加做第4剂。除了我们现在对高风险的人打第3剂，也开放民众打第3剂以外，可能明年可能还会再打1剂，也就是大概会考虑打第4剂疫苗。预期可能在明年的 Q2， 也是明年的第2月，或者是明年的下半年打。根据世界卫生组织10倍资料显示，Omicron 病毒已经出现在全球89个国家，各政治社区传播，差不多每1.5天到3天病例数都会增加1倍。目前完整做疫苗只会是做2剂疫苗。美国防疫专家普查建议修改完整做疫苗定义，建议6月搁追加做疫苗，这是完整做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7千万例，死亡人数是超过536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6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805例，中国的病例有10万例，日本是超过172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51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200万例。欧洲的国家英国超过1100万例，法国是超过862万例。镜头来以色列防疫是做甲正认真，也毋过目前因 Omicron 的病例嘛已经有134例。因的总理19伫电视演说的时是爱民众量早去做预防针。那荷兰即马确定会伫封锁当中度过耶诞节。19开始，街路已经零零清清。还佫有真侪国家因为反对做预防针，拜6礼拜有爆发街头示威。这是塞加尔正伫咧做辉瑞 BNT 儿童剂量的疫苗。以色列和5到11岁囡仔做疫苗已经要到1个月，防疫正积极，甚至正考虑要做第4剂。不过 Omicron 入侵，总理巴奈特讲，即马正伫咧第5波疫情，鼓励民众赶紧做预防针，采取防疫措施。המספרים עדיין לא גבוהים, אבל זה וריאנט מדבק ביותר ובקצב הכפלה
של כל יומיים שלושה, כמו שאנחנו רואים בכל העולם, ניתן לומר שהגל החמישי החל. 以色列940万人口，有410万人已经做过3期有风射。顶个月24，为着要应验 Omicron 封锁国境，不过班纳特这边电视演讲，并无讲到卫生部咨询委员会所建议的，甲美国列入禁止以色列人前往的红色名单。另外，班纳特颁布旅游禁令，不过也牵手囡仔三出国度假，受到严厉批评。18日莱雅南纳有民众抗议反对做疫苗，警方喷水赶人。另外，拜六，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加希腊雅典有抗议行动，强调人权的自由。La liberté bafouée, c'est exactement pourquoi on est là. Donc c'était pour retrouver cette liberté perdue, déjà depuis plus de 2 ans. 荷兰确定今年圣诞假期全国爱封锁，在 Omicron 危机一个确诊数增加的情形下，19开始实施全国大封锁，路也拢无人，也拢无过节的气氛。民众虽然不满，不过也无法度。非必要用品的商店、文化娱乐场所，拢关到明年的1月14。若要去别人家，不同时限制2个人。圣诞节加新年是限制4个人。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镜头来美国11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已经达到6.8%，这是创下39年来新高。耶诞节就特别到位。所费会较上重，对中低收入的家庭来讲，经济压力嘛真重。麻州即马就爱心团体伫街仔路分送食食，还有囡仔佚佗物仔，要帮助弱势。美国密西根州底特律地区一家人为这个耶诞节要安怎过真烦恼。1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6.8%，创39年新高。食物、汽油、水电、加速、汽车、衫所物件拢在起价，严重影响几百万美国人生活。尤其是平常时手内底现金本来就无济，中低收入户压力是搁较大。Kind of like a slap in the face of those families that don't make as much money, you know, who are caught in the pandemic and can't even bring in more money to be able to sustain a lifestyle that prices are constantly raising up on. 麻州的民间慈善团体食物银行18日在街路发食米甲囡仔佚佗米，几啊百人伫正寒天气排队来领。They have lost their businesses. Some people are living out of cars, on the street. So we supplement the people that need help, but we also do a lot more for the people that are maybe homeless in cars, shelters, veterans, elderly.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杰森·福尔曼估算，过去一年一个美国家庭总支出增加$4000，先工资条款，不过关未付物价。11月美国的平均时薪，在上月通货膨胀了后，实际比去年同期下降2.4%。原本认为这是短期现象的联总会主席鲍尔在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也表示，实施2年的 QE， 也就是量化宽松政策，明年会退场，市场有期至少会升息3摆。是新闻王慧文编译。钱变薄，全世界拢同款，尤其中欧、东欧，因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超过7%，这嘛是最近10多年来新高。河北少民众今年的耶诞节敢来当欠长内度，唔敢开钱。为刺激疫情了后经济复苏，中东欧国家长期低利率加货币贬值政策，推悬能源加进口商品的介绍，加上供应链减少、劳工欠缺加薪水起价压力，数百万民众面临生命起的问题。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传统市场，同款预算会买回去的食米愈来愈少，尤其是主食类的介绍起价，这是10年来上悬的。Körbe megy az ember, jól megnézi, aztán jól nem veszi meg, amit gondol, szóval meg kell fogni a pénzt sajnos. Gyümölcsöt nem tudok venni, napi élet, a tejet azt se tudom megvenni minden nap, mert nem tudom megvenni. Húst nem is igen eszek. Olyan húst teszek, mint a csirkeláb, a farhát. 当地一个为13000个散车人供产的慈善机构同款预算之下，今年因将发的食物袋啊内容减半，逐工来排队领产的人也是真多。匈牙利中央银行回归缩减政策，抵抗通货膨胀，6月开始连续6个月升利息，不过高物价对日常生活冲击依然是真有感觉。上新数据显示，中东欧地区通货膨胀年增率接近7%，对匈牙利来讲是14年新高，捷克是13年新高，波兰阁达到20年上高点。
不仅是耶诞采买大街，暗过波兰首都华沙的街路每起犹原是零零清清。 Najbardziej to odczuwalne jest jednak w takich codziennych zakupach. Warzywa, owoce i inne tutaj produkty codziennego życia. No bo prezenty to wiadomo, zawsze się jakoś tam robi zakładkę, jakiś budżet przeznacza. Wydaje mi się, że ceny idą w górę, bo widać to we wszystkim. Poza tym można byłoby to oczywiście obniżyć, te podatki, tak jak inne państwa to zrobiły. Ale jakoś nasz rząd się do tego jakoś specjalnie nie przyłożył. 波兰政府10月7日嘅數2012年以來，攏無起嘅利率，連續3擺升利息，壓制通貨膨脹，個宣布能源電力減稅。專家認為，明年初嘅通貨膨脹關口有希望會降低。不過也警告，對家庭發嘅現金補助政策，有可能造成後續嘅通貨膨脹升懸。公視新聞是會長評價。 今日國際上還有啥物大代誌？甲鄉親咱做伙來看世界。中國女子網球的選手彭帥傳出伫禮拜親身出面接受新加坡媒體採訪，伊是講伊無指控過任何人甲伊性侵害。來關心英國嘅疫情也懸，倫敦即馬是提出新嘅防疫措施。若德國嘛甲英國列做高風險國家，英國人入境德國攏愛隔離2禮拜。 來關心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昨昏時表示講，中國侵略台灣的野心真大，親像俄羅斯派兵佇烏克蘭的邊界之戰代誌，台灣就通摕來參考。來關心總統蔡英文昨昏有邀請中央政府地方首長，抑閣有立委做伙討論行政區這個議題。針對新竹縣市合併成做直轄市，大家攏有共識。若部分南洋縣市的首長是呼籲中央愛以地方財政分配這個角度來規劃這個議題。 講到了第二天，總統蔡英文在官舍邀請副總統賴清德、行政院長蘇貞昌、部分黨籍立委甲縣市首長討論各種議題，其中包含新竹縣市合併升格議題。總統府講，與會者有高度共識認為，台灣半導體產業是國家戰略產業，必須掌握國際供應鏈重組的關鍵契機，所以支持新竹縣市合併升格。蔡總統也講，未來國土行政區劃必須以宏觀的視野進行討論。基於國家特殊發展的一個需要。 以及區域治理未來能夠更有效率哦，所以我們非常的期待。直接就要決定由上而下來決定升格的話，我想背離民意的話，是一定會得到民意的反撲。無共政黨的兩位縣市長對於大新竹合併方向各有看法，不過已經得到議會同意向中央申請升格彰化縣，以及有機會縣市合併的嘉義市。政府未來行政區劃方向對因來講，這種也攏唔知影。 中央也知道說，我們這些縣的財政哦，真的是非常辛苦。如果透過升都的話，能夠讓大家有更好的發展，我們都樂觀其成。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具體的做法。不過，還是希望任何的決策多考慮到人民的感受。新加民進黨主席的台北市長郭文鐵質疑，民進黨這時陣提出行政區劃議題有政治的企圖。不要為了選舉去再改變行政區啊！其實我知道民進黨在幹什麼，他們一直在做民調，然後他們只要發現他們輸給高虹安，他們就會先去合併。根據了解，雖然蔡總統表示支持，不過民進黨內仍係也是堅持行政區中為愛整體來思考，那無也是無度解決各縣市統籌分配款、財政資源無平均這問題。雲林縣長張麗仙也向中央發話，若是要來討論合併的議題，不如實際來深化區域合作，關心地方的需求，合理分配資源，讓每一個縣市平均富強。記者綜合報道。來關心這個四大公投案投票率敢若4成爾，為什麼民眾投票意願這麼低？有學者是表示講，包括政黨相觸公投，尾也親像那個選舉同款，民眾野先，這攏是民眾無愛出來投票的原因。四大公投攏無過關，投票率只有41%。第一屆選公投平3當前的公投白大選，投票率超過5成，佫較低。有人認為公投議題變做政黨對決是上大的原因。這類議題，反正民眾甲即馬攏唔知要投啥，當然唔是一個好代誌。原本咱投代誌是好啊思考，若變成政黨的對決，當然對咱台灣社會民主深化，我感覺唔是一個好代誌。龔道明指出，政黨佇化口號和代誌的思考。
可亲像甘那村、是非两个选项，是真侪民众放弃投票的原因。嘛有人讲，问题出伫即届公投无办大选，不过有学者表示，全国性的公共议题，本地就无应该甲政治揽做伙，嘛应该爱参考国外减长消透议题的时间。瑞士公投超过1年以上的情况也都是有的。那甚至说，瑞士他们的一些具体做法，就是为了让民众能够真正参与公投，那当然也会有全国性公投，但是尽量减少因为选举或是政党的因素去影响到全国性的公投，所以他们全国性的公投不会跟大选年绑在一起。另外，投票的结果有人讲是执政党的期中考试的胜利，不过看较右的民进党地方执政的桃园家人成绩顶顶，4个公投案的同意票拢占较侪。虽然有讲赢甲输，但是差别无大。不管是要选补选的，还是要用罢免的部分，其实拢是爱做较多拍拼。龚独明表示，虽然这几项政策对公投结果看起来，民众决定支持政府，不过看票数的差距，嘛显示公共政策的执行就爱更较认真甲细腻。记者陈阿文、李玉凯台北报道。若明年正月台中第2选区的立委要补选，民众搁爱出来等一届。国民党的候选人颜宽恒昨昏成立竞选总部，伊是批评这届公投无法度展现民意。若伊的对手林正基是呛声讲，唔好看轻民众的智慧。不过伊嘛烦恼讲，地方的势力在大动员，未来伊爱谨慎来应用。公投结果出炉第2天，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一早起就来到国民党中2选区的立委补选候选人颜宽恒的竞选总部成立，嘛甲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共台，为着颜宽恒来加油。讲到18号公投的结果出炉，全数拢闯关失败，朱立伦表示要重新来检讨，嘛要全力来抢中2选区的选情。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我们会继续的加油，我们绝对不会气馁，尤其中2选区啊。民进党动用府院党，再加上网军的力量，全力的来攻击、抹黑、造谣，让颜宽恒受到非常大的委屈。朱立伦表示，公投结果代表个人努力无够，嘛呼吁党内唔通来找正反，嘛表示颜宽恒伫这段期间家己来拍拼是相当辛苦，所落来就会甲重新考虑中2选区的复选。不过，以这次选区结果来看，5个行政区当中只有36区的公投白大选，同意票淡薄领先，是不是来影响到中2选区的选情？哪里候选人嘛有无同款的看法？执政党把公民投票的权利利用政治的操作，让他跟公投脱钩，所以让这些出来投票的民意不是100%所有民意的展现，很多的投票行为并没有在这一次的投票当中能够体现出来。这个代表我们1月9号一样非常严峻，因为我知道我的对手他们的地方势力的动员会比国民党更强，也就是说，我非常确定1月9号的选举，在我的对手所拿到的选票一定会超过他们这次公投的票，所以我们绝对没有轻松的空间。颜宽恒表示，尊重选民的选择，所落来嘛就会提出符合在地需求的政见，全力来进行路线的抢票。林正义是认为，唔通看轻选民的智慧，所以嘛真烦恼地方势力的大动员，未来几天的抢票阶段就会来小心应应。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来关心已经讨论真久的高铁宜兰站，即马确定地点啊！交通部委托顾问公司做评估，即马决定要伫县政中心南边350公尺设宜兰站，讲这是上好的所在。未来卖甲代替的新站合并做规划。交通部原本有规划伫4城、宜兰、县政中心，也有罗东这4个所在选一个所在，要来起高铁站。中央甲地方针对这4个所在，拢有无共款的意见。即马交通部是表示，地点算是已经好啊，会伫年底完成规划，明年初送交通部审议，按算2036年会通车。若宜兰县长林姿苗即马是表示，宜兰站这个案即马甲县政中心这个案差无介远，因是会当接受，希望交通部会当赶紧进行。在地上大条来关心2021年台北的马拉松伫昨昏举行，计共有26000多人去参加，也毋过有传出6个查甫、1个查某身体不爽快，互送病院。
早1月5点半钟，用纯的体力甲意志经调力，参加台北马拉松42公里全马的跑者，总算走入去终点台北电竞场。这是我第一次全马，然后是想要，因为我明年1月就要30岁，然后我想要送我自己一个生日礼物。我的心率比别人低，然后平常是不舒服，会一直昏倒。那跑步的话，它可以让我跟正常人一样，就不用装心脏节律器。多数跑者摕到参加比赛纪念奖牌，伫终点真欢喜离翕相。有跑者因为体力袂堪的，也是救紧坐伫边仔休困。因为前阵子都要戴着口罩，对啊，比较累。准备太少了，我还跑到跌倒。真侪参加的人讲，今年因为疫情准备甲训练无啥充足，因为完成比赛已经感觉真欢喜满意啊。另外，早起8点外了后，留守团数参加的人是走到昏倒送病院。他倒在地上，然后就是现场有救护人员在帮他进行 CPR。温差急剧变化，所以在有一些如果你在做太激烈运动又久没运动的情况下，你的心脏可能跟你的血管可能没有办法足够的负荷。台北市体育局讲，有6男1女因为身体无爽快送病院，其中2个是真喘加胸坎杂杂，另外5个人是到病院进行心肺功能停止，经过紧急处理，已经恢复生命迹象。要求就是，万一有跑者倒地，我们在3分钟之内一定会有急救人员到场来帮忙处理，然后争取这些黄金的时间。协会表示，台北马拉松甲万金石马拉松坚守世界电总的规划，是国内医疗规划相关规格路跑比赛。这摆手位跑者因为有做好紧急的救护，后送病院拢无要紧，虚惊一场，比赛是圆满的落幕。记者综合报道。等放上头来看，这15拜拜，伫红街道顶就会彩花，也毋过有一寡是放无几工就甲拼掉。内中的清洁队员是感觉安尼真拍算嘛，真无彩，收的即马摕来做天然的保养品。国内的人坐甲舒适，亲像伫咧美容院共款。毋过这是台中清水的清洁队，伊用的面膜嘛是因家己做的。用起来感觉会蛮舒服的，对，比较不会那么干燥。保湿，然后就是淡淡的香味，不会说外面放的那个都是香料。做面膜的材料是清洁队收回来的花。队员发现讲，别人到初15也是拜拜大日，拜拜了后就会有真侪花红等土角，所以因决定把这还阁真青的花收集起来，甲因洗清气了后，用过滤过的水来烘。利用水汽拄着冰，就会结做水珠的原理，把花的精华拢吸做花，无掺任何化学物，提炼出上自然的花露水来做面膜。而且清洁队阁有种一片真水的花园，用已经提炼过露水的花油油啊来做花园的肥料，一点仔物件都拢无讨债。利用我们的这个回收的这个木板料啊，跟我们的这些废木屑啊，共同来作为培养花卉的这些素材。我们制作完成的这些花露水的以后的这些残渣，又可以回归作为堆肥使用，可以说是垃圾零废弃的最好的一个表证。原本只是唔甘花水无偌久就去烘蛋掉，而且因为清洁队开大日头嘛爱伫室外服务，所以皮肤定定会晒着伤。才会有做花露水来顾皮肤的想法。即阵成果袂歹，清洁队嘛按算讲未来要去社区教民众安怎做，毋但会当减少粪扫量，嘛加一项天然的保养品。记者综报道。那屏东九如嘉里港富国的社区是连续第4档举办亲子控油的活动，做伙控油掠好溜，而且佫规划市啊来推广社区特色的农产品。活动是闹热滚滚，佫真新鲜。大人带囡仔做伙塔土角，准备控土药。这是屏东九如嘉里港乡的5个社区做伙举办的活动，今年已经是第4档了。今年社区以亲子体验农村做主题，会当控土药、掠好溜，佮有产业市集会当说。这自疫情到今，大家拢无出来哦。即马这空地啊，做好势啊，佮带囡仔带来，才介好耍呢。这控土药囡仔时代算过，即马过来算介趣味啊。是想说带着孩子，然后玩土、玩沙、抓泥鳅之类的这样子。希望就是地方政府多多举办类似像这样的亲子活动。县长潘明安表示，最近这几档县府是真拼势咧推动农村再生计划，希望这摆会当透过体验活动结合市集，推广社区的特色农产。总共5个社区连续3年呢办理全亲子的控土油，包括社区产业的竞赛，从整个产品的规划设计到研发，都变成是一个社区非常重要的产业。
也是让产业年轻人愿意回来深耕社区，这就是一个农村再生很重要的意涵。控土药的活动介深色，毋但大人真少年，囡仔也拢感觉真趣味。民众也希望未来较常举办这款亲子活动，社区也希望农村体验会当真做地方特有的产业节庆，社组织游客到地观光，甲在地产业推广出去。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嘛是要推广出去，这是要推广云林口湖的在地旅游。云林的观光局是举办办岛，甲地方的农特产品帮上岛，在地农民伫现场摆摊，透过办岛闹热滚滚来推销地方的观光。我们也麻烦中后生帮他们上菜。绕热的舞台车闪闪烁烁，大卡盛大办道充满人情味。那在地居民、各游客家己行车。观光局分管处这回特别选伫口湖5北社区的铁花塘巷仔口、亿万基国基门口埕举办地景艺术美食盛宴，让透过接待的方式来推广地方的观光。在这个铁花窗社区哈，这个小雨院的艺术的创作哈，那我们就把这个结合起来，来办理了这个地景艺术美食飨宴的活动。厨师的这个专业的料理的方式，好像能够用这个很原汁原味的把这个在地的美食然后呈现出来。分管处表示，规站的活动是结合1、2日的旅游安排，让民众直接行入去社区，实际体验农村文化，你是四界游览看风景。尾仔嘛，就来这享用在地特产所做的好料理，要甲云嘉南滨海上特色的社区推销给众人知影。不只是我们云嘉南风景管理处哈，还有我们的这个云林县政府，还有地方的乡镇公所，以及我们村里长以及社区大家共同结合起来，能够把好的东西跟我们所有的全台湾所有乡亲来介绍，能够来这里参加小旅行，然後甚至也能够享受我们的美食，包含了文创，还有包含了来自麦寮，还有口湖，还有四湖，然后还有就是嘉义、台南，所以我们这次希望说，在我们这个淳朴的农村乡镇里面，我们可以透过过去的那种活动办理的文化，把流水席、把这个舞台车的一个呈现方式重现，我们让北部来的这些游客可以去感受到在农村办理活动的这种气息。活动阁安排云嘉南农民商店，直接把这的农产品料理就到，交介意的糖水主文买回去，比卖场的市价更加有生意。期待疫情后的观光有创新的服务方式，吸引愈侪人来云嘉南的传统社区行搭，来一撮上在地的小旅行。记者综合报道。台语文看榜，咱来看音乐是世界语言。中华县政府为着要推广台语，举办台语音乐节，让大家享受音乐、认捌台语文化。带乡亲咱做伙来听。轻快歌声，佮配好记的歌词，将在大块民众下底唱。有名的民谣歌手陈明忠伫咧台顶一条线一条唱，大家听甲茫茫茫。这是中华县政府办的台语音乐节，也有东罗大师吴宗林用东罗演奏歌曲。用各种不同款的音乐，包括东罗的音乐，包括这个传统的音乐，甲其他现代音乐各种方式来唱台湾歌，我感觉讲台湾这歌是足水。咱希望大家会当伫足习惯，伫这个环境的下骹会当足自然讲咱家己的母语。主办单位讲，音乐是世界通用的语言，为着要推广台语，所以办音乐节。教育部长潘文忠也讲，国家语言发展法实施了，目前全国有13000多位本土语言师资。111学年度会建立高国中加本土语言的课程，学校教育配合社会活动，在生活中传承母语。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南投集集举办在地旅行，带游客参观100年的老厝永福堂，嘛透过一种日本古早地流行的娱乐抓机机来了解集集的历史，嘛互游客留倒来真深的印象。南投集集的东家古厝永福堂，英国也号做草岭脚，是文化局登录的历史建筑，高达已经有180年的历史。规间拢是木材起的，经过91大地动嘛，也真在，是规个镇内上旧的建筑。集集这边目前永福堂是最老的房子，那从清朝的时候，慢慢开放的时候，我们祖先就来到这边了。
好，所以在这边开发了大概有2代的人，大概40-50年的时间以后才有钱，然后才盖了这个永福堂。为了推广在地，直接有相关团体办旅行活动，也安排到永福堂参访，特别透过纸字机来呈现集的历史过程。我们这个游程要告诉你什么？我们要跟你们讲，林爽文有来集集。纸字机是日本古早流行的一种娱乐表演，透过纸红仔演戏，一张一张场外场景，这款导览方式会使讲是真有创意。我们集集镇还有非常多的就是具有历史文化的一些景点哦，所以这一次的话，我们还有带到其他的像是故乡林尾，还有就很特别的是纸之居的一个游程。那希望大家借由这样子的游程去感受到我们集集的在地文化。一集的观光团体透过旅行活动，带游客认捌古建筑和在地历史发展的过程，也利用创意的导览方式，让游客有更较深的印象。希望经过这段旅行，让愈侪人了解集集，也推广观光、行销在地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这客家出名画家木下，唔那是新艺术的代表人物，伊的作品嘛是这去珍贵的国宝。即马艺术展11月18开始伫台湾甲大家见面。有路的线条内底，看到女性柔美的形象。这个彩色的石板画是捷克出名的画家木下，在19世纪末期替戏剧《吉斯梦探》画的剧场海报。那在当时造成轰动，也是新艺术运动上较有代表性的作品。那个你也在讲就水，5岁，再被邀请了6位的绘师，因拢是种木下风格的英雄的人。我们这边也画作都在展览内底展出。永恒木下的艺术展经历疫情1500个月，计共200多件作品，即马总算伫咧18要伫咧中正纪念堂展览。对木下早期的手稿、收藏品，也有用 VR， 咧互民众感受木下的美学观，也有伊结合网架新形态的艺术景象。Having this exhibition, it shows one thing. That there is quite a vast cooperation, culture. There is a possibility for cultural cooperation. We are trying to promote Czech culture here. We are trying to get Taiwanese public more familiar with the Czech history. 捷克在疫情期间，唔那关互咱真侪疫苗，在这阵疫情艰难期，也斗分享因国宝级的艺术家作品。记者民警郑海文台北报道。来看台湾囡仔真厉害，国立中正大学24个武工学院的学生囡仔做伙合作，设计出一款抗菌剂，通防止有抗药性的超级细菌。今年佫参加美国国际基因工程生物机械比赛，摕到金牌。实验室内底大家真专注，有人咧做分析，嘛有人做无共的建本来比较甲记录。国立中正大学24位来自无共学院的学生，利用学生生物学。设计出一款会当避免产生超级细菌的抗菌涂料。超级细菌它会躲藏在我们的 macrophage 我们的巨噬细胞里面，然后随着巨噬细胞去感染身体其他的部位。那我们的设计的抗菌肽呢，其实有带着一个穿透肽，它可以进到巨噬细胞里面，再进一步的去处理巨噬细胞里面的超级细菌。抗生素的使用解决真侪医疗方面的问题，但是过度使用抗生素嘛，造成超级细菌的出现。所以中正大学的学生设计这款对抗超级细菌的抹料。唔那摕到美国国际基因工程生物机械比赛金牌，刷来慢慢来申请专利。那在最内层呢，我们选的抗菌剂呢是抗菌肽以及穿透肽这2种多肽，它们是以物理的方式进行杀菌的，因此较不容易让细菌产生抗药性的问题。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技术，也许是把它以敷料的方式呈现，或是以更方便的方式，也许譬如说喷雾或者是粉状的东西去呈现。目前，这个抹料已经开发出产品的原型，经过试验，已经有效对抗空水90%的细菌，而且学生佫利用民雄信用中心的大数据来做绘本，希望除了科学的研究，嘛让民众来了解正确的用药观念。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12月24日，台湾设计展特别起稿，伫嘉义文创园区的主要展览馆，即嘛对外试营运，其中有一个展览馆的主题叫做“嘟嘟好”。无加无减，嘟嘟好，要展现家己的生活风格。伫台湾设计展的试营运现场，看到沙画，家长甲囡仔大家拢参加真欢喜。嘉义市各学校的校长嘛看甲真认真，希望刷来会当向学生来了解。更可以了解就是嘉义的一些环境，
对，然后可以让他们更深刻说，原来他所住的嘉义是有这些的文化在的。能够让孩子们对台湾设计展有新的一层的一些体验之外，也希望他能够对这一块的城市自己的所在的城市有更深一层的一个了解。伫展馆内底有车站的形象，然后用科技甲文艺的方式表达在地的感情。老药房、老医馆、老师傅，阁有家己鸡肉饭的创意表现。规划单位表示，这物件所累一个，就是家己制作袂急袂慢、生活拄好的城市。很有共鸣，就是以在地嘉义人来讲的话，就对以前的印象又被换回来了。让我们从速度、时间跟尺度3个面向来谈嘉义的刚刚好，那就包含了速度上的慢的刚刚好，时间上老的刚刚好，跟尺度上的小的刚刚好。12月24，台湾设计展就要来开始。18、19这2天，伫家己文创丰富的展览馆，提早向家己市民开放。希望除了增加宣传，嘛会当做最后的准备。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镜头来国外，来关心伫明年元旦开始，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公家机关，用逐礼拜上班日会对5天变做4天半。阿联政府是强调讲，这项改变是要让因国内的经济甲全世界会当对会着阵。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明年1月1日开始有新制度，自过去1礼拜休2天，变做1礼拜休2天半，是全世界第一个1礼拜法定上班数无到5天的国家。It is very good. Like we can spend more time with family, and it's good for our work. Or we can improve this productivity. I think it's very good. 伊斯兰的信仰拜5是休困日，穆斯林会去清净寺做礼拜，所以伫过去阿联拜5加拜6是假日。怎么政府新的制度决定改放拜6加礼拜，拜5只敢上半工班。Sync up time with our overseas client, customers and vendors has actually increased, so we welcome the change. 对经济角度来看，阿联这么新的工作周会当减少跨国公司海外客户沟通联络上的问题。新措施会当让阿联的股市、银行、金融业务一个经贸往来加全世界市场公布。It makes a difference because it gives you another day, to do the required tasks and stuff. So I think it's good from an international point of view. 将对民众学了这项新政策，严估有人怀疑1礼拜放2天半，敢真正像政府所讲的会当增加全国的 GDP， 有穆斯林反对，认为安尼会剥夺因的信仰。However, I think if Saudi market does the same, I'm not sure if it is good in the religious point of view for them. However, in a business and a tourist point of view, I definitely think they should consider doing it on a Friday and a Saturday. 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人类正惯式的工作模式，阿联政府希望借助平衡工作甲休假，加强经济竞争力。We believe with this reform, we will enhance that competitiveness and that attractiveness, and this will create, besides the economy, a more social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talent will find it more compatible to the home countries that they come from. 这么新的工作周制度会先对政府机关开始实施，不过学校甲企业也会对做调整。公司新闻王必文编译。伫立陶宛的首都有一个名号做对华共和国的所在，这个国家无存在伫咧地图顶头，嘛无互任何国家承认。这是一位艺术家伫1998年愚人节时阵伊滚床笑，因伫迄天宣布要建国，所以因有家己的国旗、家己的货币、家己的总统，而且佫有家己的宪法。牌仔顶的字甲旅客讲，笑容就是你的护照。伫这个科学内上悬的限速20公里，希望你速度放较慢的看一个风景。这是一个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内面一个叫做乌日皮斯共和国，意思是河的另外一边，所以又搁被叫做对华共和国。看到有人坐伫咧桥骹海牵手林美路，这是对华共和国常常看到。这个共和国无到1平方公里，真正讲起来，国家成一座艺术村，内面有各种装置艺术，感受立陶宛人的浪漫灵魂。这个无存在国家是伫1998年愚人节这天成立，由一名艺术家创意人士宣布独立建国，家己选总统、部会首长，也有专属的国旗、货币，也有宪法。Herkes sevilmeme hakkına sahiptir ancak bu şart değildir.
伫宪法的条文内面有一寡内容是真含糊，互人看了就想要笑。亲像第9条讲，每一个人拢有无代志做的权利；，也让第17条讲，每一个人拢有无快乐的权利。听起来敢若是诗，又个幽默的铁理，也翻译真济10几种语言，真侪人看到拢讲赞。So we're from Austria, and it's cool to see it in their own language because in the whole city there is not that much in German. 2015年，咱国驻拉脱维亚代表处大赛就把代表台湾甲对华共和国的总统见面，这就是为什么游客也能看到繁体中文版本的宪法。If Philippines Republic get ambassador in other country, so they are translating constitution into that country language. 对华共和国内面也有一个西藏广场，甚至也会人看到支持香港反送中的坐标，显示出艺术家对人权议题的关心。可能乌托邦只是幻想，不过对华共和国的存在，会让提供给大家有一个浪漫世界的想法。记者综合报道。伫南极的末日冰川，因为海水温度加悬，造成冰即马咧扬，而且伫头前的迄部分有可能伫3年到5年就会放弃。总讲冰川规个拢放弃，安尼就会造成全世界海平面加悬，真侪细粒岛嘛会互水淹去。有超过50万会员的非营利组织美国地球物理联盟指出，南极的斯维茨冰川头前下骹已经规拢空气，海洋的暖流对一个正大通道灌入去。若是斯维茨冰川照这卖速度继续扬，头前冰架上紧3到5年就会放弃。海洋加大气循环系统会受到严重的破坏。The ocean is very warm. It's about 1.5 degrees above the in situ freezing point, so plenty of heat available to melt the ice. And what we're seeing is that there is a lot of basal melting down there. The ice is being eroded away. 斯维茨冰川是南极上大、山震动的速度上紧的冰川之一。伫南极洲的西边，冰川的高度4000公尺，面积超过18万平方公里。甲英国也个美国的佛州差不多大，会互人叫做末日冰川，是因为自1970年代开始，斯维茨冰川就正明显一直退缩。1990年代每年扬冰100亿吨，即马已经到800亿吨。若是冰川的本体放弃，会互全世界海平面上升65公分，也会放出南极洲西部其他主要的冰体。这个冰体加起来，会互海平面上升2公尺到3公尺。对沿海的城市甲地势较低海岛拢真危险。There's very little that we can do as humans to stop that process. All we can do is cut our carbon emission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reverse some of the changes we've seen due to climate change. 斯维茨冰川当然袂随规个拢扬去，不过利用化碳排放一直增加，会互更加侪力量进入大气加海洋，也代表地球的生态系统的能量增加，必然也会造成全世界循环发生变化。这种现象已经发生伫咧北极，这么南极也愈来愈明显。公司新闻金冠庆编译。天气报你知，今日开始，小连续3天，各地落雨的机会拢会增加，拢会较悬。若明仔载雨水气会较高，嘛要提醒乡亲伫拜六也等者有冷空气会到位，所以伫礼拜日气温敢若剩11度。乡亲爱细致伫即礼拜天气的变化。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2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是2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3度。外岛的温度是12度至21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将真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